Drinking Gordon 今次帶大家去曼谷跑酒店酒吧，除咗已經好出名嘅四季酒店 BKK Social Club 之外，以下4間都唔可以錯過。第一間係 W Hotel 嘅 Bar Salton，佢喺酒店旁呢間百年古蹟入面，入到嚟梗係要先打個卡啦。佢哋 cocktail 玩泰式風味玩到出神入化，呢度有2杯好爆嘅 cocktail，第一杯係佢哋標誌性嘅呢杯 La Dolce Vita， 杯番茄，仲有呢個炒金不換肉碎。Let me try。哦，佢係幾辣同埋幾刺激。但係個甜味啱啱好，個番茄味好飲。第二杯係呢杯 Consular Sip， 係杯熱嘅 cocktail， 佢靈感係冬卡椰子雞湯味，真係有次飲緊冬卡，好特別喎。第二間係曼谷 Rosewood 嘅 Lennons， 名字嚟自於 John Lennons， 大家仲可以喺呢個擺咗超多黑膠嘅地方揀歌播。呢度嘅新 menu 超靚，望落似古早年代嘅卡式帶，但大家可以將塊膠片放入去就可以睇到 menu。cocktail 同樣加入唔少泰式元素，呢杯泰 milk tea 真心好飲。第三杯係 Anantara Hotel 嘅 Aqua， 喺半室外環境氣氛唔錯，最特別係呢度 menu 以佢哋嘅吉祥物鴨仔做主題，碗 menu 又係靚到。呢個成隻吉祥物嘅杯係咪好得意呢？呢杯其實叫 Off the Duck's Back， 呢個係抹茶味嘅 Sonic， 係啦。好一彈。最後嚟到曼谷文華東方酒店嘅 Bamboo Bar， 作為百年經典酒店嘅酒吧，一入到嚟就 feel 到陣老錢風。呢度最出名係佢哋嘅 jazz band， 每日都吸引好多人嚟聽歌。呢度 cocktail 主要凸顯泰國唔同省份嘅飲食文化，不過好多人都中意點呢度嘅 classic， 因為水準絕對超班，加上靚仔 bartender Scott， 唔怪得咁多人嚟啦。下次大家嚟曼谷玩酒店酒吧，記得 save 低呢個 post 啦。